Hello，大家好！螢火蟲家庭復活節家庭連於你10天體驗已經去到尾二嗰日啦，第9日。我哋咧總共會出10天嘅經文同埋禱文。其實呢個只係一個建議同埋體驗嚟嘅啫。當你體驗咗，原來每一天花少少嘅時間，好似你儲錢咁，花少少嘅時間儲落嚟，你會體驗原來你得着嘅係比你儲嘅少少多好多倍、好多倍、好多倍嘅回報。呢種嘅回報係從上而嚟嘅力量，從上而嚟嘅俾你嘅能力同埋更新。所以咧，鼓勵你哋。如果你覺得呢樣真係好嘅習慣啊，我哋一家人一齊去到神面前真係好。喺將來嘅日子，你未必需要天天同你嘅屋企人做，但係喺節期或者每個星期有固定嘅一天，同你嘅屋企人一齊去親近神，你會發現原來一家人真係可以同感一靈，同心嘅去面對家庭裏邊面對緊嘅各樣挑戰。好，咁今日咧，我哋嚟到第9天嘅時候，我希望咧你哋都學習到，就係原來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單靠自己嘅聰明。而家就讓我哋咧放低一切咧攔阻我哋去到神面前嘅嘢。可能係你手上高嘅一啲工作啦，或者一陣間要完成嘅家庭責任啦，係你工作上高或者學業上高要面對嘅挑戰，甚至乎你掛心嘅事、掛心嘅人，我哋都一一將呢啲嘢交俾神。透過一吸一呼，我哋吸入從上而嚟嘅力量，呼出我哋心裏邊所有嘅困倦、困擾、煩擾，我哋都交俾神。一吸一呼，放慢落嚟。今日嘅經文係記載喺馬太福音第28章19節，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子聖靈嘅名給他們施洗。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嘅門徒，奉父子聖靈嘅名給他們施洗。最後一次，我邀請你同我一齊讀出，預備起。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。我哋一齊禱告啊！萬軍嘅耶和華，我哋願意啊！我哋同你講，我哋願意啊！我哋願意接受你差派我哋去幫助萬邦萬族歸入你嘅名下。禱告奉主耶穌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請你同你嘅家人分享你喺剛才嘅經文裏邊有咩領受，然之後彼此禱告。